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11月2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0篇第1到第7节，17到19节，撒迦利亚书第13章第1到第9节，启示录第14章6到13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承认上帝。承认上帝有多困难呢？现代人或许很不能够理解，但是早期台湾人如果要改信基督教信仰的时候，承认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在初代教会建立的时候也是如此。因此当耶稣基督受审之后，有一段时间呢，门徒他们就四散，甚至回到自己的故乡。记得有基督徒的长辈，他们分享他们刚刚信主的时候，那是非常早期的哈。那个时候他们都需要偷偷的翻墙，溜到教会去参加聚会或是礼拜，然而回家之后又偷偷的翻墙回家，结果呢，家里的长辈已经拿着竹竿在等他们了，他们就受到一顿的毒打。为什么呢？因为传统上民间宗教的信仰家庭都认为基督教因为不祭祖不拜祖先，所以是背祖的，是不孝的。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仔细的分享什么是孝顺，圣经里面的孝顺，或是传统上拜祖先就真的叫做孝顺吗？在面对逼迫、压力这个的当下，如何能够承认上帝，的确是一个信仰的难题。牧师自己在读高中的时候，我是读教会的学校，班上其实后来我们知道基督徒还蛮多的，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却只有我一个人承认我是基督徒。为什么呢？那有几个原因有人是因为就不太常去教会参加礼拜，或是很少参加团契。那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周遭的不信主非基督徒的同学们常常会用讥笑的、作弄的、开玩笑的态度来对待基督徒。例如刚开始的时候，我在中午要吃饭，在谢饭祷告的时候呢，一结束阿们，便当就不见了。因为呢，同学跟你开玩笑，就拿去藏起来了。在旧约撒迦利亚书是旧约的小先知书最后的第2卷，也是整本旧约圣经的最后第2卷。虽然我们知道旧约的先知书或是旧约，它并不是按照时间序来安排，但是按照这个撒迦利亚书成书的时间来看，它大约是在时间点落在主前520年。那个时间离开撒迦利亚先知预言的不再有先知，所谓的2约之间这400多年，这时期已经非常近了。一般认为2约之间是大概结束在主前50年，所以往前推的400多年当中被认定为2约之间，而撒迦利亚书是主前520年。因此可以说撒迦利亚书可以说是旧约先知的这个最后期的几位先知之一他所预言的就是将来在2约之间所要发生的情况。
以色列人因为远离上帝，敬拜偶像，不愿意听上帝仆人先知的话，因此就将要遇到苦难，并且因为他们不愿意听先知之言，上帝就不再透过先知，就不再赐下他的旨意。两约之间等于上帝无言的时刻。这个时期是因为那些上帝的选民不听上帝透过仆人先知的话，因为他们心里刚硬，他们不愿意悔改，不愿意上帝的圣灵来洗净他们。先知撒迦利亚这样说道：上主万军的统帅说，刀剑啊，醒来吧，袭击为我做工的仆人，杀了仆人、牧人，羊群就四散。我要击打我的子民，全地2/3的人要死亡。我要考验那残存的1/3，使他们纯净，好像银子被火炼净一样。我要试验他们，像试验金子，然后他们会向我祷告，我就垂听。我要告诉他们，他们是我的子民，他们要承认我上主是他们的上帝。基督徒的生命必须如同金子、银子一样，要愿意被锤炼，才能变成如金的纯净一样。炼金呢，必须经过高温火炼，经过不断的捶打，将杂质去掉，才能越炼越纯。但是以色列人却不愿意，他们宁愿让生命混杂了拜偶像的这种敬拜，成为不纯净的生命，杂乱而无章。当然，这样的生命，这种人是不会承认上帝的。在末后，世界混乱，如同我们昨天分享到美国目前的治安的状况，还有一些西方的国家人民过分的主张自主权利，而不愿意配合疫苗的注射，不愿意佩戴口罩等等这些事情，造成全球疫情更为加剧。这样的情况很像是撒迦利亚书先知所说的境况一样，因为他们不愿意听上帝仆人先知之言，就不再有先知之言了。德国卫生长官提出警告，现在呢，没有拒绝疫苗注射还有戴口罩的本钱，不愿配合的话，今年的冬天恐怕会造成更大量因为武汉肺炎的死亡潮。是的，当人们的心中不再以敬畏上帝为乐，就会失去警醒，他们不再谦卑，也不愿意听劝告，他们我行我素的结果就会带来灭绝。这样的情境自古以来都一样。上帝差派先知，也如同启示录记载的一样，差派的天使在空中大声的提醒。启示录说，我又看见另一个天使在空中飞着，他有永恒的福音要向世上各国家、各部落、各民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宣布。他大声说，要敬畏上帝，颂赞他的伟大，因为他审判人类的时候到了，要敬拜那一位创造天地海和一切泉源的主。第二个天使也跟着说，
倒塌了，大巴比伦倒塌了。他拿淫乱的烈酒给万民喝。第三个天使跟着前两个天使也大声说：谁拜那兽和兽像，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的，也得喝上帝的烈酒。这酒未经冲淡，倒在他义愤的杯中的。他们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受烈火和硫磺的酷刑。那折磨他们的烟永远不停地往上冒。那些拜那兽和兽像以及接受他名号的印记的，日夜不得安宁。因此，那些服从上帝命令、忠于耶稣的上帝子民，需要有耐心。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把这话写下来。从今以后，为主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回答：是的，他们将结束劳苦而享安息，因为工作的成果随着他们。承认上帝就是要谦卑，是不容易的，但是要谦卑，要顺服，要遵守上帝的旨意，远离撒旦与偶像的崇拜。我们一起用诗篇80篇第1到第7节、17到19节来阅读。以色列的牧者，你领约瑟的后代如领羊群一样，求你垂听他们。坐在基路伯宝座上的主啊，求你发出光来，在以法莲、便雅悯、玛拿西面前，求你彰显你的大能，求你来救我们。上帝啊，求你复兴我们，求你显示慈爱，我们就能得救。主上帝万军的统帅啊，你不满你的子民的祷告要到几时呢？你使我们拿眼泪当饭吃，给我们喝一大杯泪水。你让邻国在我们的领土上征战，我们的仇敌任意的愚弄我们。上帝万军的统帅啊，求你复兴我们，求你显示慈爱，我们就能得救。求你庇护你所建立的国家，保护你为自己所拣选的子民。我们绝对不再背离你，你让我们存活，我就颂赞你。主上帝万军的统帅啊，求你复兴我们，求你显示慈爱，我们就能得救。我们一起来祷告，恳求上帝让人们能够辨明真神跟偶像假神，也帮助我们脱离偶像的迷惑，诚心实意的敬拜上帝。愿上帝的救恩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恶事，一切因为偶像所带来的虚假、人物的崇拜、贪爱不义之财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能够以圣洁来亲近上帝，敬拜主。阿们。